雲林縣警察局人事調動，其中北港分局第一屆有女性的分局長來接任。雲林縣警察局辦理人事交接典禮，其中上屆引起人注意的是新的北港分局長張淑如，因為伊是北港分局頭一位女性的分局長。 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回家乡来服务。北港镇上，它是一个宗教的信仰中心，这是大家都知道，所以我们会尽力的维护就是宗教盛事的顺畅举行，然后治安的平稳，然后交通顺畅。 雲林縣議會議長黃凱在致辭的時特別提醒這個環境，因為縣內真濟攏是有回農友，講話較直接，無歹意，希望講執法的時莫大細聲。陽單嘛一定是愛開啦，但是就是講哦，莫來咱咧大聲細聲。雲林縣警察局表示講，因防止詐騙的成果，進前才得到國建署健康城市創新獎，這是全國唯一得到這個獎的警察機關。 因會繼續精進服務品質，守護雲林鄉親的安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